上海隊都想問呢場點輸㗎？兩年下嘅第二場，疲憊嘅廣東隊最後大勝南京隊。揭幕戰攞到42分嘅郭浩文喺廣東隊全場貼身防守、陣地戰夾擊消耗底下，最終只係攞到20分，而且球隊嘅進攻流暢性被嚴重影響。南京隊基本上一係揾郭浩文，一係兩個外援一內一外嘅得分點。南京兩個外援都係內線，所羅門影響力更大，南京隊更依賴。廣東隊招柏橋打出咗賽季最好嘅表現，攞到第一次兩雙。佢嘅進步嚟自於移動速度加快，喺高位擋拆落低位，速度一快，佢就可以佔到更有利嘅籃板位置，可以搶到7個進攻籃板，淨係因為搶到更好嘅身位。而呢一啲籃板唔少都係直接變成咗佢嘅個人得分。而佢另外一種得分方式就喺弱側埋伏喺籃底，當強側一輪操作之後，吸引咗對方嘅防守，一分波俾佢，等待就有收穫。佢喺面對文尼克嘅時候呢個力量可以佔到上風，呢一點係球隊需要嘅。廣東隊上半場進攻效率唔高，主要仲係因為3分彈道唔準，好多嘅偏差都唔細，係反映到13輪過後又經歷咗寒冷嘅客場之旅，球隊係有啲攰。到揾到3分手感，比分慢慢拉開。單外援嘅第4節1-5擋拆，提高得分效率，穩住勝局。值得一提嘅係，黃少傑、森拿都參與到咗1-5擋拆，呢個係好事。下一場，廣東隊返到主場對陣啱啱俾深圳終結咗9連勝嘅上海隊。上海隊都想問呢場點輸㗎？深圳隊嘅答案係先搶開局。開局上海似乎並冇針對黃浩然做部署，於是21歲嘅黃浩然用各種各樣嘅方式攞到個人全部嘅13分，陣地戰積極去做擋拆、做錯對無球切入空位投射，呢種果斷好明顯係主教練鄭永剛嘅授意。全隊喺外線逼搶同埋收縮夾擊防守呢一塊執行得好好，羅夫頓佢有刻意去揾翻黃浩然呢一點嚟單打佢嘅內線，但係黃浩然佢竟然可以製造到消耗，為包夾球員預留反應時間。上海喺第二節嘅時候咧，換咗白邊搭福格呢一組之後咧，福格嘅得分白邊籃底攞分嘅效率其實係高嘅，只不過深圳靠住佢哋原本嘅分差優勢，捱過咗呢兩個老將體能嘅充沛期，然之後再放雙小外出嚟提速。仲有李慕豪復出，提供咗內線高度同埋外線掩護，呢一段好關鍵，頂住咗反撲，唞咗啖氣。第三節又對翻上海嘅正選陣容，深圳隊4個外援都有輪流上場，目標就係希望將個節奏帶快，一快起身，上海隊嘅身高優勢就變成劣勢，尤其跟唔上史密夫。上海最多係追到打平，始終反超唔到。其實上海外援一樣都有大量球權，但係佢幾乎就係個4個人分成2個組，每組1節時間，比較固化，球員缺乏短充電。深圳3個球員正負值可以達到正15，其一係李慕豪，佢喺第2節同第4節頂住咗白邊同黃哲林呢兩段，令到球隊內線防守有咗底氣。到上海最後瘋狂去防守史密夫嘅時候，漏咗個賀希寧，攞到球隊最後嘅5分，為比賽鎖定勝局。如果話要放低戰術講數據，話深圳因為3分命中率高，其實上海更高，但深圳射多咗20個，符合佢哋聯賽3分出手第1、命中第1、命中率第2嘅人設。呢場擊敗上海嘅比賽，深圳隊為廣東隊打咗個板，一係要快，二係對羅夫頓運球嘅時候要夾擊，三外援組合要多變，確保體能。最後一點，3分波。